踏入2026年3月，古天樂繼續霸住娛樂熱搜榜，由拎到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最佳男演員，到九龍城寨續集官宣開拍，再到低調投身公益，堅守港片創作。呢位56歲嘅影視勞模憑實力同初心，成為娛樂圈當之無愧嘅焦點。近期有關古天樂、影帝古天樂、新電影古天樂、公益嘅話題熱度居高不下，全網討論量破億。今日就同大家一齊回顧古天樂近期嘅高光同堅守。3月4號，古天樂憑住《私家偵探》拎到2025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最佳男演員，頒獎嘉賓係老友劉青雲，現場互動即時引爆全網。古天樂幽默坦言，細個睇劉青雲套夫大，兩人握手時保持嘅社交距離被網友笑中間好似有地雷，默契十足嘅互動登上熱搜榜首。發言中古天樂心喺香港電影，直言面對 AI 串流媒體衝擊，香港電影需要改變同新生代接力。呢番格局收穫全網點讚，亦令古天樂香港電影脊梁嘅標籤再次被熱議。影視事業上面，古天樂堪稱圈內勞模，新作動作不斷。九龍城寨續集今個月正式開拍，古天樂聯同郭富城回歸，吳彥祖重磅加盟，陣容堪稱頂配。消息一出即登上影視熱搜，網友紛紛期待呢部港產動作大片再創票房佳績。之前元旦檔上映嘅《尋秦記》電影版，雖然面對票房同口碑爭議，但古天樂作為總監製同主演，全程用心打磨後續宣發同加長版製作，仲同林峰重唱主題曲《天命最高》，掀起全民回憶殺。此外，佢憑住《尋秦記》、《私家偵探》雙提名金像獎影帝，成為2026年香港影壇最受關注嘅演員之一。古天樂雙料影帝提名嘅話題持續發酵，實力獲業內同觀眾雙重認可。就算行程排到滿，古天樂嘅公益之路從來冇停過。尋秦記熱映期間，佢低調包場請殘障人士、受災家庭體膚，冇通稿、冇公帑，默默用行動傳遞溫暖。持續推進捐建希望小學嘅進度，關注鄉村教育配套完善。冬至前夕仲現身過渡屋為災民送暖，低調行善嘅作風令古天樂公益成為娛樂圈正能量標杆。唔同於部分明星高調營銷，古天樂做公益始終低調務實，捐建學教歌百所卻極少主動提起，呢份初心令網友直喊活該功一世。入行30幾年，古天樂由 TVB 白古時期嘅頂流小生，到而家撐起港片半邊天嘅實力派，始終保持對表演嘅敬畏同熱愛。拍真三國無雙時右眼受傷縫8針，傷未好就復工。面對多部電影票房未達預期嘅壓力，佢依然堅持投資拍港產片，扶持新生代影人，用真金白銀同實際行動守護香港電影。而家56歲嘅佢，就算坦言有輕度失憶、臉盲問題，卻可以精準記住劇本台詞同拍攝細節，專業態度令人敬佩。由影帝加冕嘅榮耀，到新片開拍嘅期待，再到低調行善嘅溫暖，古天樂用行動詮釋咗咩叫藝人嘅責任同擔當。佢唔炒緋聞，唔搞營銷，靠作品講話，用初心待人，喺流量至上嘅娛樂圈行出一條屬於自己嘅踏實路。你最近關注古天樂邊套新作品？覺得佢今次拎影帝實至名歸嗎？影帝之爭，古天樂雙提名，情懷大過演技？如果講最佳影片提名令人唏噓，咁最佳男主角提名就直接將今屆金像獎嘅爭議推上頂峰。雖然男 Sir 都係古天樂骨灰粉，但古生憑私家偵探同尋秦記兩部片同時入圍最佳男主角雙提名，而尋秦記入面表現更出彩嘅林峰竟然完全冇提名，恕我真係唔明，而且大感震驚。作為一直默默支持香港電影、低調做公益嘅藝人，古天樂路人緣極佳，人人都認同佢對香港電影嘅堅守同付出。但認同佢人品，唔代表要擋睇唔到作品質素。無論私家偵探定尋秦記，古天樂嘅表演都只可以用平淡形容，冇突破自己，亦冇展現到影帝級演技張力。如果淨係靠情懷同貢獻，就俾演技唔突出嘅作品拎提名，甚至衝影帝。
金像獎堅守多年嘅專業性何在？含金量又由邊度講起？相比之下，梁家輝憑捕風追影入圍就實至名歸。呢位67歲老夫骨喺夫入面貢獻教科書級演技，再加埋打呼簡直超神。但尷尬嘅係，捕風追影係不折不扣內地電影，同香港電影完全冇關係。擺喺金像獎黃金年代，呢種情況幾乎冇可能出現，而家變成現實，正正說明香港電影已經陷入無夫可拍、無人可揀嘅絕境。女演員困境，連一仗麻將都湊唔齊。最佳女主角尷尬程度同男主角不相上下。5位提名演員入面，內地演員佔2席，馬麗水餃皇后，章子怡醬園弄元案。土生土長香港女演員，淨得1位，許欣怡無名指。廖子妤像我這樣的愛情，馬來西亞籍。陳法拉屬夢，美籍。曾經人才仔仔、美女同實力派雲集嘅香港影壇，而家淪落到呢個地步，實在令人心酸。馬麗憑水餃皇后尷尬出夫嘅表演拎到提名，更加係最大笑話。但爭議最大唔係影后，而係最佳女配角。提名名單入面，惠英公、鮑起靜、衛詩雅、滕麗名、鄧濤，雖然都係實力派，但整體欠缺新鮮感。導演斷層，舒淇入圍，新人何在？比最佳影片更令人唏噓，係最佳導演入圍名單。回想香港電影最輝煌年代，杜琪峰、徐克、王家衛、許鞍華等名導神仙打架，每個都手握經典，風格鮮明。再睇而家，除咗早已紮根內地市場嘅陳可辛之外，其餘提名導演大多欠缺重量級代表作，甚至演員出身嘅舒淇都出現喺名單入面。舒淇憑導演首作《女孩》入圍新晉導演、最佳導演、最佳編劇3項大獎，係佢首次入圍金像獎非演員類獎項。當然，《女孩》拍得好好，舒淇深藏不露嘅編導功力亦令人好驚喜。如果舒淇成功拎最佳導演、最佳編劇，都係無可非議實至名歸。但呢份提名名單同時赤裸裸揭示一個殘酷現實：香港電影黃金一代徹底落寞，新生代導演斷層嚴重，金像獎早已無人可用，淨係勉強湊齊候選名單。更離譜嘅係，麥浚龍憑《鳳林火山》再次入圍新晉導演獎。13年前，佢已經憑僵屍獲得過呢個提名，出走半生，歸來仍是新晉。相比新晉導演，麥浚龍更值得最佳導演提名。自娛自樂，金像獎最終歸宿。由第44屆金像獎提名唔難睇出，而家港片已經好難恢復曾經輝煌，就連金像獎都俾人一種港娛自娛自樂嘅感覺。精挑細選嘅入圍作品，認真睇口碑普遍唔好，仲有啲大眾認知度好低，實在好難令人認同。金像獎地域傾向亦好明顯，內地好多優秀影片同演員連提名都冇。近10年來，金像獎影帝從來冇內地男演員得獎，而香港本土男演員入面，有的已經2封、3封。呢種本土化保守策略，好容易令獎項公信力下跌。然而香港電影衰落，從來唔係一朝一夕造成。多年來香港本土戲院數量不增反減，電影市場體量狹小，創作人才大量流失，本土電影票房長期難破億。就算毒舌大狀破地獄先後刷新票房紀錄，都只係曇花一現，改變唔到整體頹勢。反觀內地電影市場哪吒、二長津湖戰狼二等片動輒幾十億票房，工業體系日趨成熟，就算面對影視寒冬，依然擁有強大生命力。